来继续来看，英国有一个31岁查甫人，头痛到用要死，伫某顶行起来，阁失去着记忆。医生来检查伊的脑部，看到有2个所在精尽不良。上界恐怖的是，细菌已经开始咧食伊的头壳骨。想袂到这个罪魁祸首，竟然是棉花棒的棉仔花。耳朵好痒，很多人都习惯拿棉花棒来挖耳朵。你有拿过棉花棒掏耳朵吗？有。洗完澡的时候，怕说那个耳朵会湿湿的啊，所以会把那个水分用棉花棒把它弄出来。用名去乌耳屎，感觉袂歹，不过其实受风险。英国有一名31岁患者习惯用这名去乌耳仔，结果出现耳仔痛、严重的头痛，甚至是幽性发作，失忆，最后昏倒送病院。医师检查，看伫伊脑部有2个安尼碰碰的物件，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棉仔。 有些棉絮掉落到这个地方，这边的耳道可能会因为受伤，可能又会潜藏有一些细菌或霉菌的感染，它可能会侵蚀我们的不只是外耳道，甚至是头颅骨或脑部的这个状况。医师讲，这棉仔机会让棉仔屎落入耳道内面有发炎感染的风险，而且嘛真容易甲耳屎是愈恶愈侵入，甚至会去伤到耳道甲耳膜。我们棉花棒比较建议是在耳壳的部分使用，那耳道的部分，棉花棒的这个头会掉进去，所以其实是不太建议用棉花棒伸进去耳道里面做一些清洁。医师强调，棉机或者是其他乌耳屎这器具咧，都唔通存入去耳道内面，因为这个耳屎家己会流出来，唔免学。若是感觉这耳仔非常痒，安尼爱赶紧去予医生处理，唔通家己摕棉机乱学，避免感染风险。